下来继续来看食药署顶个月检验到一批中国毛蟹无合格，将近4000公斤的毛蟹伫咧边境处理掉，或者是退温，即摆总算是过关咯。讲一直到12月，拢会当食到中国毛蟹。另外，新北市渔业处嘛来提醒，讲万里蟹的产季特别结束咯，爱食毛蟹民众脚手爱紧。 找好的中国毛蟹，伫小小的水器内底散发出阵阵的香味，搁一刀甲切落去。蟹膏，这个涉水的城人，巴定蟹仁，更加占要规半的蟹身，这个芳酒岛，大家赶紧占。烘的，因为它香味会比较持久，就是你吃完大闸蟹，就感觉还在吃，一整天就是。 大蟹都在嘴巴里面。手蟹贵特别无安，不过民众表示讲，最近1个月来想要食中国毛蟹，真正是等了搁再等。因为食药署表示讲，10月18进前总共报验3批，其中1批检验无合格，有禁药，有将近4000公斤伫边境被销毁，也是体温，即马总算过关啊。这个有。包括往年的话，就是可能9月多到11月就差不多，可是今年因为 大概前面停了1个月，就说今年有可能持续会公布到12月底。食毛蟹食到12月，伫北台湾的万里蟹柜嘛同款。业者表示讲，你想要食花翅啊、3点啊、甲石鱘，唔拿的8司机嘛会晓食。比如讲，若爱食蟹膏的民众，会当选醋卤鱘，也是面包蟹；爱食蟹仁的人，红鱘甲沙母，袂互人失望。若想要食到清甜的肉、沙姜甲花翅啊，就是首选。 个人介意无共，食到蟹会当享受秋冬限定的海味。若错过这段时间，就要搁等一等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